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尋找爆升股嘅小技巧，以1898中煤能源為例。中煤能源呢隻股票咧，係我哋喺一個禮拜之前，亦即係10月13號揾到嘅一隻個股。我哋係通過呢個Powertaker 嘅程式選股選出嚟嘅。咁點解要提呢隻股票咧？係因為呢隻股票嘅表現實在太好啦。佢喺10月13號發出嘅信號，咁直到依家咧依然喺成個上升趨勢當中。呢個位置發出嘅時間咧同位置咧係大概喺10蚊附近，依家都喺度升緊，一個禮拜升咗10%。消息面方面，我哋都可以睇到嘅係咩咧？就係近期動力煤嘅價格咧大升，秦港動力煤嘅呢個平倉價位係748，已經升咗成43蚊啦，升幅6.1%。其他港口咧已經達到70蚊嘅呢個升幅，有望到88到86，亦即係話啦，原始動力煤嘅價格咧都有機會升到15%，對應嘅個股就有機會升到25到30%。國泰海通發布研報稱，受益行業嘅基本面嘅呢個供給需求端嘅雙重嘅好轉咧，動力煤價會持續超預期。市場風格方面咧，由於貿易戰嘅呢個衝突咧，會令到市場咧會有一個高低切換嘅呢個風格嘅一個需求，所以無論防禦性定係進攻性咧，煤炭價格都有對市場咧出現呢個大幅嘅呢個吸引。咁喺指標方面，打開我哋嘅 Powertaker 嘅指標咧，導引力量、短中共振指標，其實本質嚟講，亦都係一個多頭動能共振向上咁一個狀態。譬如話啦，短中共振一直保持係咩咧？紫色嘅巴發散向上。導引力量咧，亦都係綠色嘅飄帶咧，一直向上走。即係多頭嘅動能咧非常強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嘅分享就嚟呢度，多謝大家俾拉支持，我哋會持續分享更多嘅小技巧俾到大家嘅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。